登記做選民，票投蔣麗芸啊嘛，再知識書禮嘅鍾樹根。再見我的村根，輸了選舉也不枉，未曾名將當選，怎有望？修例之後改圖更加有法律保障，但睇翻份文件先啦，寫到明純文字改詞就得，夾音樂唱埋出嚟 upload，瀨嘢㗎。死到臨頭啦！網上嘅世界係你哋最後嘅自由國度啊！要搞網絡23條，目的唔係要保障知識產權，唔需要打擊二次創作，直接要封住我哋把口。私隱言時事評論模仿或者呢5項有豁免喎。豁免本來係屬於你嘅自由，點解要俾佢變咗私寫？政府話要保障原創者嘅版權，要保障原創者嘅版權，而家嘅法例已經足夠有餘啊！人間惡法如將禁令，就像將創作自由全部亦叫停，而我跟你全部判刑，日日想差管這是二創的前景，只需要喺高登玩夜亂禁改分詞撞鬼你，一 post 咗一句就易賴一次，只需要你截圖截棄改圖即入你的認事，無記電視全部會有事，從此以後全街下囚。你話無罪，但 Facebook 有住已經足夠。照他臨幾判刑，日後啲改歌咳晒梁特獲正評，無幾間嘢又賺變零，日後阿寶都有事亦冇 cap 圖證，不相信要脫有翻牆學有呢份詞，即拉你小鳳姐不再任你唱多次，單唱信再借用你貼張圖。